来看中国的商务部昨暗发声明表示，讲当个进一步研究要停止 ECFA 中龙鱼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的关税减量，因为拜六特别选举咯，咱的政府是批评中国想要用经济来影响台湾的选情。大选就伫要到啊，中国一直有动作。商务部初到暗时发声明讲，政策以暂停台湾12项石化产品下用 ECFA 税率以来，民进党当局无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取消对中国贸易的限制。所以，当地研究进一步采取暂停其他产品关税减量，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埃克法早期收获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等措施。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魏灿文表示，初到迄天接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电话，表示 ECFA 并不是各方面受惠，对两方的机械业是互利的，会甲意见反映互商务部甲各台办袂当取消。魏灿文嘛指出，这几年台湾机械外销中国的比例已经降低，有先做好准备转型甲开拓新的市场。对于单一业者的影响就比较大，业界还是需要去努力把市场拓展到其他的国家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纺织业者讲，也无法度判断影响的程度，估计差不多一半，也就是5亿美金产值受到冲击。也若上市的大厂认为影响无大。经济部表示，去年台湾外销中国持续降低到35%，分散风险。经贸部嘛批评中国违反 WTO 的机制甲相关的规范，应该随停止用经济威胁介入台湾的选举。外交部对于中国公然介选的粗暴行为表达强烈不满与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表达严正关切。陆委会指出，已经几届提议，愿意在目前的架构之下进行协商。不过中国是完全无咧休，过一届警告中国唔通看轻台湾人的智慧，一再做出介入选举的行为，敢若去踢着铁棒。记者综合报道。